苹果，又是苹果，扔掉，都给我扔了！以后别再让我看见苹果。听说快递在宫中大受好评。是啊，皇上，现在宫中的各个吃住用度都是快递寄来寄去的，就连御膳房的蔬菜都是南菜园用快递寄过去的呢。看来皇后所说的生态系统果然便利。如果朕要寄一个东西，是不是所有经手的人都会知道朕寄了什么？回皇上，快递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保密性强。您只要包好了包裹，写好了去处，那便没有任何人能打开您的包裹。收件的人只需要查看包裹的完整度，就可以给5星好评了。虽然说对这种新的形式有所担心，不过朕也不能固步自封。这样，你去帮朕寄一个东西。送到的时候带句话：见物如见人。是，皇上。报！皇上，有您的急件，请接收。下去吧。是，皇上。皇上。强公公，在。你过来。你给朕写写“小苹果”这3个字。背过身去。哦，没朕的允许，不许转过来。皇上，这是宁海进贡的苹果，太皇太后用快递给您送来的。苹果，又是苹果，扔掉，都给我扔了！以后别再让我看见苹果。皇上，皇上，奴才能转过身了吗？皇上，皇上，哎，小苹果，皇上不吃我吃。皇上，奴才来为您洗漱擦身。皇上，您的胸肌最近健壮了许多呀，腹肌也是。哎，扔一下我看看。皇上，您这样下去得让多少人着迷呀？就连奴才也有点动心呢。朕自己来。相公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你也该知道，朕是不喜欢伤害别人的。但是，从此时此刻起，你还是和朕保持距离为好。
就3米的距离吧。皇上，奴才感觉到皇上这几日对奴才特别不满，是不是奴才做错了什么？还请皇上明示。奴才自小就跟着皇上，如果皇上心情不好，奴才也心疼啊。好了，你不要说了，错不在你，只是这样，对你对朕都好。那奴才继续为您擦身。3米。1米，2米，3米。赵王，我平时待你不薄，可你为何屡次公然与我作对？平时受剧情所限，可现在已是彩蛋环节。你与我期将映月，不清不楚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那好，我们来一决高下，如何？若你赢了，朕以后便不再插足。奉陪到底。赵王，请。太子承让。看今朝，乾坤日月要我南下。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昨夜有客登门，惊醒万里春梦。今夜无人共枕，枉费金戈一片。怎么又是金戈呀？对付你，只需金戈一片。主本无心，节外空生枝叶。心若有意，请带上金戈。停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都108条了还过不了？周冰冰，你行不行？不行我就换人了。哎，导演，我行，让我来，我都记住了。哎，拿着照着念。齐冰冰，你行不行啊？补个妆。不，让你念，来，你拿着念吧。导演，我记住了。让你念你就念，武功打开，各部门注意了，开始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夫妻对坐到天明，只因金戈已用完。若为君子，不为五斗米折腰。如是男